應屏東李港玉賢宮甲高雄旗山媽祖文化季的戰景邀請，苗栗的白沙屯媽祖這兩天是一個南部，請全台灣真濟鄉鎮腳鬥地，是排隊免兩腳腳祈求媽祖保庇。天生的民眾排隊排真長，兩腳腳祈求保庇，親像看到身體障礙者攏真擔心夜懸，互所有人攏完成心願。被稱作粉紅超跑的白沙屯媽祖，就是因屏東李港玉賢宮的戰景邀請，規工攏佇李港，第一路四界攏是人。要當地長照中心發現媽祖成轎主駕，實在無想到伊個真歡喜，有時發一個壓轎金予在場的民眾。沒有想過呢，對啊，所以他今天出家害我嚇一大跳。剛剛有發生什麼事嗎？沒有了，他就突然的停就在這裡了。很難得的是白沙屯媽祖也來到李港，然後明天又在旗山，真的他對我們高雄真的是很愛戴。白沙屯媽祖這禮拜六到高屏戰景，頭一天慶祝屏東李港玉賢宮入會安置活動，禮拜是要到高雄旗山，吸引全國各地民眾來參拜，也一度發生這個突發的小事件。關府的工作人員甲警方一直宣導愛民眾往兩邊提去，原來是附近發生這個火災，有消防車要過，要民眾是拿着媽祖行，拿轎畚掃來維護環境。會有這個想法，很多人在撿，不只有我一個，人都已經跟着媽祖走了，所以不差這個小動作。這對台中內民眾身軀掛畚掃賣亂現的提醒標語，沿路人看畚掃都翹起來，希望人真濟民俗活動也會使減少垃圾、降低對環境的傷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